感悟技术，作者张九龄。江南有淡季，京东有绿林。起于地气暖，自有细汉心。可以见家客，奈何祖重心？运命为所遇，循环不可行。多言是道理，触目岂无因？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